雜卵，我留嘅麵粉攪攪啊，你呀，唔攪到樣誒，攪得如何？还可以哦。我邊掉落去了，泡菜凍香。炸的这些菜呀、都会闻起来有那种香香酥酥的味道。 Fried vegetables smell nice. 那你们英文会怎么说嘞？ Fried seaweed. Frying vegetables. 哦，我们觉得啊，草啊、海草啊、番薯啊、鸭豆全部都是蔬菜类，所以我们统称泡菜。 Yeah? 泡就是油炸的意思，菜就是所有的蔬菜，所以泡菜就是油炸蔬菜。哦，先把那个海草夹出来吧，感觉应该 OK 了。I OK， think that's about it. yeah，差不多都準備好嘞，可以來。泡菜，泡菜，齊齊嘅泡菜哦！赶快来买 fried vegetables. 你要卖什么？泡菜就是油炸蔬菜。 Fried vegetables. 我们用当地的食材，会臭，还有番薯啊。你想要哪一种？这种的。海草的，还有 seaweed 的。泡菜冻香。 Fried vegetables smell nice. 今天来玩吗？对。嘿啊还有第3天了，第3天了，哇要回去了。明天。还有1天，帮我们宣传一下。对，今天还要去这边。啊，我们是开课 ready go， 好吃帮我们宣传一下哦哈。送给你，好，谢谢。很烫哦。谢谢。谢谢。我们在卖什么？嗨，我们在卖泡菜，再来一份。很健康哦。我们是用在地食材，会臭，还有番薯啊。你想要什么口味？来份海草的好了。海草 ，OK， 帮我们跟董 T 你多多宣传，我们在这里卖泡菜。好，谢谢。谢谢，欢迎 Welcome。你要哪一种泡菜？海草各一个。各一个。哦，你专业。谢谢了哈。 2份泡菜。谢谢。谢谢啦。安子飞哦 ，Christina，我们好像卖的差不多嘞。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我可以出去玩了！快收，快收！呀，总算这是感谢来绿岛的好朋友啊！哦耶耶耶！ The fried vegetables smell nice. I hope there will be customers. 泡菜冻香，然後啊，聽咗會凍隔意。